嘴巴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运动阿敏。言论台以前係都係雲林的西路，西路去看下個地方吼，武士特別有名，尤其係係所在嘅貢獻啦，也係個武士嘅發源地哦。喺清朝嘅時節，230對福建來到台灣，佢嘅武士館，所有他們都學生嘅，聽講吼，也為嗰度嘅寫230，係今日就來去拜師，學一些武士。先來學一些基本的，練習一下，我等下那唔會。那我们好唔起来，还有个比，把你做的鼓高球。好，来叫你呢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按你成为熊大嘛？来喽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偷袭。来，今日按不头就请来哦，来，要选这位。我们不能做预备，唔出嚟，係條刀加起本上鋪，仍起準備嘅，係先過來去。前進，1、2、3、2。校長你好，我是阿敏。嗨，阿明好。哇，我刚看到很多小朋友已经在练习武术了，我想要了解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推广武术运动？因为我们社区叫做广兴社区，广兴社区是塞雷切坎的发源地。哦，武术的发源地啊。对，没错。那这些小朋友都是自愿来学的吗？当然喽，因为小朋友知道我们要有好体力，才会有好的竞争力。那我应该也可以拿来防身吧？它可以防身助人，又助人。对。哦，那我觉得很地方特色，在其他地方都很难得看到武术这个运动。对，没错。可能有個武術，有個運動，呢個係唔會查啦，係今日可以體驗看下先。校長，我可以加入他們一起體驗嗎？當然，歡迎歡迎。可以嗎？好，歡迎。好，謝謝校長。謝謝，加油。嗨，同學好。我们不能做预备，2、哎，好快，他们好快，太快了。2、3、2、1、2、3、2、4、2、1、2。隊長，我要抗議一下。我今天第一天來報道，你就把我放在裡面，我跟不上大家啊。对。那你在这边跟我一起练习。好，你先教我几个基本的，让我等下可以操作一好，下。那先从基本开始，恰，这什么下？恰，恰哦恰。气压恰。恰哦。对，行出去，收回来。然后2的时候让，蹲低，蹲低，请出去。过来的。对，然后左边进去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再请示，再请示，然后右边收回来，右边收回来，左边收回来，左边收回来，放下。对，先暂停一下，光这样就好了。要练多久时间？我练6年。
还有其他的。所以这是扎扎实实这样子练起来的。对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难怪队长现在可以行云流水。好，我等下尽量记吼。接下来呢？好，前进1，我手怎么摆的？手放在胸口，胸口。对。2，对，这样。3，对，4，靠的时候抓下来，抓下来。对。踏的时候踢出去，一样动。转过来。靠，抓下来。踏，脚向后放。脚向。对。踢完向后放。对。然后再一次动，靠，踏，然后叉。这是什么？叉。对，下。手要握握拳，对，刮，平行，平行，对，然后手放对，康，溜，咻，所以一套完整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你们记这些动作记很熟哎，你们记很久吗？这套最简单。这套最简单的。对呀。那你会更难的吗？会啊。你会更难的，等下，队长表演一下更难的。大家拍手，给队长拍手。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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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。就这样。哇！队长，这招叫什么？八卦。八卦，你们都会吗？难怪你可以当队长。好，队长，那我们简单的可不可以再做一次，就是顺的，让我练习一下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你知道你要喘一下吗？你要喘一下吗？还可以吗？可以。滚木的小龙嘴，背。2。OK 吧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那队长，就是你们刚刚那一套真的没有学6年学不起来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武术队？就我哥哥姐姐都有来练习，然后我就被师傅叫进来一起练。所以你哥哥姐姐也是广新国小的学生？对，毕业了。已经毕业了。对。那你们呢？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武术吗？对。真的好。啊，有越练越喜欢吗？有。那队长，你在学武术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还是有什么真的很不想练的时候？就是要出去表演的时候。表演的时候压力比较大。对，然后就不想出去表演。哎，这样你都练那么辛苦了，不就想要就是展现给别人看吗？就很懒。那你觉得武术你学到现在对你有什么帮助？以后如果我遇到坏人或怎样的话，你可以用武术去对付他。对啊，一定可以。我看你们反应那么快，我刚完全跟不上，而且你那个是即时反应，万一有人打你，你就可以马上反应。对，挡。但是你刚刚没有要挡我意思。天哪！哇！对啊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太……好，换我了。吼！没有掌声啊！好啦，但是我看今天时间好像快放学了哈，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下课了？可以下课了吗？应该可以。你可以有决定下课的能力吗？我没有决定，所以还是要问师傅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谢谢各位同学哦，谢谢队长，师傅谢谢哦，谢谢。那我去问师傅可不可以放让你们下课？好，师傅可以下课了吗？
可以下课了，同学们回家小心哦，拜拜。回家。啊！哦，今日团员了的呢，真是可以哦。哎，练一下出分呢，哎，跳到青阳谷的基岩的动作呢，而且他们每个动作都做得过仔细、过准确。像队长一共会练了6年，哪有今日呢？还像落英呢，安尼唔会差的吧？在沿路台一线去到一个西路太桥，大家看，佢讲的一个地方，俺来跳到咱练习的武术，哦，真是鬼巧，俺也喊弄圆脚嘅，行唔同嘅，唔过好，嘛因为练习武术的基础啦，帮俺重新回到的角色，同样就适合上嘅向下教练，向下练习，喺天嘅生活感受到慢慢的纯真，但可能唔知啊，自家做嘛嘅一下学练习武术。可能係因為先生就行業來練啊，又係自家阿哥阿姐有練過就停落來練，嘛有可能係因為自家太無聊誒，朋友攏揀呢就停落來一起聊。不過我感覺也攏唔怕，冇關係呢。第一個年紀吼，先培養興趣最重要，而先有興趣自家介意嘅，那麼有動力去家己練習，去完成自家想完成嘅事情。後來啊，也嘛準備一段表演俾我看，哇！係終身第一馬嘅運動，台風1分鐘。退下10年功，虽然也目前练到10年，不过我相信吼，也天天的练，以后一定会变成最厉害的师傅。我嘛不要对小朋友鼓励到哦，还等下请一个地方来看一条路上来练我的吉他。你比照片还好看，你比荧幕里漂亮。做我太舒行，穷下讲小口，穷下聊聊生活。我们一起唱着歌，唱到天黑了，一起骑着车。虽然天气很热，不管你来自哪里。都没有关系，吹过的风吹来，河流山林让我们相遇。